咱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总统阿里瓦洛来台湾国事访问，本地今日早起，赖总统是要伫咧总统府头前用军礼甲伊欢迎。不过因为落雨，就只好先改伫咧室内进行。其实伫咧2天前，这马绍尔总统来的时阵，就因为落雨，2位元首煞是南甲规身躯澹鼓鼓，引起批评。 军方人员甲原本铺伫咧总统府头前空场的红地毯收起来，因为雨落未停，本来要用隆重军礼欢迎友邦瓜地马拉总统阿里瓦洛临时改到厝内举行。因为2天前，总统赖清德甲马绍尔总统南坡行红地毯，2位元首规身躯南加澹鼓鼓的画面引起批评。 这是外国总统阿里瓦洛去年1月就任以来第一遍带团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团员包括第一夫人贝纳多、外交部长、经济部长等人。阿里瓦洛讲，希望这座会让为台湾甲瓜地马拉92年的邦谊开启新的篇章，进一步强化伫咧经贸等方面领域的合作。En donde profundizamos y ampliamos nuestros vínculos para llevarlos a un nuevo nivel. Ampliando la relación económica, desarrollando la alianza comercial y estableciendo un proceso de inversión de beneficio para ambos países. 未来，台湾和瓜地马拉将会在互惠互助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符合国际趋势的计划。我们更会继续强化青年交流合作。 与奖学金计划，积极培育高科技及资通讯的产业人才，促进2国的繁荣发展。赖总统讲，台瓜2国虽然离正远，不过2个国家的人民的理念甲期待是紧密相连，希望会让深化交流。因为阿里瓦洛访问台湾的5天期间，台瓜将会签署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合作意向书。 建立政治资讯机制了解备网络，也个促进供应链双边投资意向书，用实际行动来深化台瓜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